有的兄弟姐妹说平安。再一次哦，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起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第二遍，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耶稣基督，你是生命泉源，你深知我的一切，你亲自来到我的生命中，光照我隐藏的罪。你话语如降下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心。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你同在胜过了一切。救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更新我心灵，做新造的人。主你在我里面，何等甘甜，活水泉源永流不绝。求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主因你拣选，托住了我们。我宣告从今时直到永恒，做你见证。耶稣基督，你是生命泉源，你深知我的一切，你亲自来到我的生命中，光照我隐藏的罪。你话语如降下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心。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你同在胜过了一切。求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更新我心灵，做新造的人。主你在我里面，何等甘甜，活水泉源永流不绝。求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主因你拣选，托住了我们。我宣告从今时直到永恒，做你见证。用心灵敬拜你，我用诚实敬拜你，我全心敬拜你，耶稣基督。用心灵敬拜你，我用诚实敬拜你，我全心敬拜你，耶稣基督。求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更新我心灵，做新造的人。主你在我里面，何等甘甜，活水泉源永流不绝。求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主因你拣选，托住了我们。我宣告从今时直到永恒，做你见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有时候会处处比较，会感到缺乏，甚至时常计较不公平。是你不断透过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
对于生命的追求，应该是与你更亲近。有你在，使我们不缺乏，更使我们丰盛有余。求主持续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心灵上富足，成为能够给予的人。感谢上帝，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感谢那个敬拜团很美好的带领。我们依然站着，我们用我们的那个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人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信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要请，今天我们要进行今天的奉献，请轮到的司献帮忙。来，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敬拜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你的信实永远坚定在天。主啊，我们此刻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你的伟大高过诸天，你的奇妙深过大海。你赐予我们生命，赐予众生有气息，更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都要归于你的名下，都要彰显你的荣耀。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目的就是唤起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成为培育上帝国人才的幕后推手，让神学院更无后顾之忧，可以更专心地从事神学教育，培育更多的基督徒的人才，来服侍教会，来服侍社会。主啊，我们将邱牧师今天的正道交托给你，求你让讲言及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益处，你的话语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丰富的供应，给你恩典的祝福，让我们有能力、有意愿，怀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当尽的本分。亲爱的天父，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和我们的赞美感恩一起，我们带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来，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报告。如果有周报的，我们可以拿到周报的那一页啊，我们教会的消息。我们第一条就是今天是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我们新一专任的教师邱启荣牧师等一下会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请大家为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那一节牧师就代表学校前往李春生教会请安。那个邱牧师有带来一个影片，我们现在放映给大家看。从跟随主的那刻起，我们便开始踏上认识爱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自己的旅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管快或是慢，我们都在奋力的前进，但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所以难免会感觉到孤单、寂寞，甚至会想要放弃。上帝的爱是一种超越理解的爱，这爱显现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我们度过困难和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的爱是非常的丰丰富富在通过许多的人的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上帝的爱。就正如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上帝爱世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先爱我们。因着爱的缘故耶稣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因着爱的缘故，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救赎跟希望。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台神在台湾的社会里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我们却能够走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不只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弟兄姐妹因着爱，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建造这间神学院。这份爱没有因为时间消失，它仍然存留在这个校园的每个角落，直到永远。台湾神学院
所栽培的每一位学生、每一位牧者，都是上帝自己呼召并装备的上帝国的工人。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透过你们的奉献，让所栽培的这一些上帝国工人，可以成为教会、社会未来的信仰领袖。当你捐助台湾神学院的时候，你就是在参与上帝国的工作。无论你奉献有多少，我们相信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我们向前行的力量。诚挚的邀请我们一起参与这美好的上帝国工程，一起来建造。爱是付出和奉献，也是一种深刻的承诺。他的计划让我们在爱中前行，他的计划让我们在爱中得以完全。虽然每个人的步伐不同，无论前路如何，我们依旧前行着，朝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爱、对土地有情的意向迈进。希望看得大家有所感动哈。来，我再继续报告第2条。第1月16号礼拜六上午10点会召开长执会，请新当选的长执要列席。下午2点会召开2025年的事工研讨会跟预算的会议，请新当选长执跟各团契明年度的会长要列席。第3条，1、2、4的礼拜日是感恩节。有感恩节的主日呢，我们会举办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那邀请弟兄姐妹分享你的拿手好菜啊，请欢喜预备菜肴的到1楼柜台来登记。要登记的原因就是说，怕大家菜重复太多或者是说结果点心很多没有主菜或干嘛的，所以大家登记一下哈。那个第4条，2025年爱餐任线开始了，请踊跃响应登记。一个单位是3000元，每周开放2个任线单位，任线款待2025年的第1主日再交给干事来登账。第5，教会备有2025年的精美月历，原则上面呢一户有一份，有需要的就到柜台来登记领取。那团契消息，我们松联团契的聚会呢，还是下周了，所以下次再讲。肢体消息呢是11月15号礼拜5中午12点举行顾陈荣瑞弟兄就陈和长老的午熟了那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未来的那个也是陈长老的那个叔公，对不对？告别礼拜，地点在怀爱馆原北市2滨，恳辞一切的致哀事宜，愿主安慰遗族。这个以上的报告。那奉献的明细呢，请你大家看，如果有漏掉的或者是不对的地方呢，请跟会计或者是找干事来修正。来，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蛮长的，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3节到21节，还有25到26节。约翰福音4章第3节到21节，还有25到26节那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我读单数了，请大家来读双数，好不好？来，第一个我来了第3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问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11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第15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来，25节，请你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很高兴今天我们的邱牧师呢，要来跟我们代表台湾神学院呢，要跟我们来用耶稣是活水泉源来跟我们讲道，请邱牧师。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们念了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哈，可能大家比较不习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念一下长一点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哈，它有剧情的哈，有主角，然后有这个高峰低潮这样子哈，就是比较像这个故事哈。其实我们这个故事照理说要念到42节哈，但因为太长了哈，所以只让我们念一部分而已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哈，就是井边的妇人的故事哈。其实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也不会不熟悉的哈，也读过哈。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2个主角哈，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哈。好，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撒玛利亚哈，那个时间大概是中午哈，大概一天之中最热的时候。然后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们2个人在井旁边的对话。我们刚刚念故事，其实如果稍微小心的看哈，这个剧情的发展其实他们一开始对话的口气有一点紧张哈，就是彼此不太客气这样哈。一开始耶稣当然他是先跟这个撒玛利亚妇女说哈，请给我水喝哈。但是妇女呢，马上就回他一个，你是一个犹太的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子来要水喝呢？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他们彼此不来往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所以他们的对话就会呈现一种好像在这个刺激对方这样哈。所以耶稣就说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还有来向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当然妇人她也不客气，她大概是这样回答，她说：先生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从哪里来的活水呢？又说这个井是我们伟大的祖先雅各留给我们，我们可以来这里汲水但你却说你要给我活水，
你那是什么活水呀？难道你有比它大吗？所以耶稣又严肃地跟他说：你喝这水还会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活水，就不会再渴，而且这个水会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好像活的井一样涌出的水涌到永生这样所以彼此有来有往可是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她突然间明白了，耶稣是要利用打井水这个故事、这个事情来跟她谈，要赐给她活水。不止如此，而且要让她知道上帝的恩赐所以她明白，她就说耶稣，请赐我这个活水，因为呢，我想喝它来止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渴慕上帝的恩赐了但是呢，耶稣突然跳开话题，他就把她过去有5个丈夫，那现在跟她在一起住的不是她的丈夫这种私事通通讲出来。当然，他应该是默认了而且妇人看出这个除非是先知，不然不可能知道耶稣他有能力知道他的过去，但这也说明了耶稣要赐给他这个恩赐，这个活水之先，要他先除去他跟神之间的阻碍，就是罪。那妇人就继续谈这地方可能没有没有完全念到妇人继续说，那敬拜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弥赛亚他也会知道一切。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其实也有自己建了一个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在耶稣时代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也建了一个圣殿，在哪里呢？在基利心山。他们呢也有他们自己期待的弥赛亚撒玛利亚人只有读摩西5经创出利民申这5卷而已。但犹太人他们读整个旧约，他们期待的那个弥赛亚是申命记18章那里讲到说摩西要死之前，他有一个预言，他说将来还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好像在预告很远的将来。那么撒玛利亚人就认为这个就是他们期待的。但是耶稣说，真正的弥赛亚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而且敬拜的地点不再重要了，不在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上帝是个灵。我们在我们的内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可以心灵和诚实其实是心灵和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有时候不好翻译就翻作诚实但它有真理的味道，而且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那么耶稣说，我不只是先知，我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让大家稍微知道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的一点点张力，但是当中讲出了一些真理我们来看第23节23节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什么意思呢？一样，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要其实是寻求在圣经的原来是用希腊文写希腊文那个字叫做寻求，当然也可以说要，但是寻求更贴切父在寻求这样的人拜他，意思是说上帝在找人，不是人在找神。所以你若诚心诚意的来接受耶稣，并且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就好像
被那个活水的泉源找到了。这个就是上帝要给人新的生命。第10节那里讲到说，人若知道如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会求他，他也早给你活水。这个恩赐像活水一样。什么叫恩赐呢？恩赐的特点是上帝乐意赐给人的，上帝乐意给你的，就已经要赐给你的，他在找，就只等你，你开放自己，你愿意，你祈求，上帝就给你。从这里我们就来看第4节第4节，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他们是不来往的我告诉你们，他们怎么不来往？早期犹太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地理是这样比较南边是犹太地或者说犹大支派的地。再上去一点就是撒玛利亚，再上去一点大概就是加利利。那犹太人他们如果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加利利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不会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这里的人不洁净，他们会从耶路撒冷，然后下坡到耶利哥，再下坡到约旦河谷。循着约旦河的旁边往北走，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再上去加利利。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住在撒玛利亚地方，为什么会让他们觉得是不洁净犹太人，因为北国有10支派，南国2支派。北国10支派被亚述掳走之后，亚述帝国就移入许多的周围的不是犹太人的外族外邦人进来住，然后留下来的就跟他们通婚，久了就通婚那犹太人认为这就是混血的，不洁净的。尤其是南国，虽然被巴比伦掳走但是他们回巴比伦之后，他们做了一个种族纯化的措施以斯拉宣布即使你到巴比伦那里跟人家结婚你现在回来要离婚你们去看以斯拉记，他就这样写。所以犹太人回去认为他们被掳走就是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要好好遵行，所以就一直要回到以前这样，所以他们要干净，要洁净。他们就认为撒玛利亚人是 hybrid，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混血的我们说车子有这个汽油的，也有电，就叫 hybrid， 它是2种都可以。他们是混血的，所以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更何况耶稣说他必须到撒玛利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而且是一个犹太男人到一个井的旁边去找到这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又突破了一个性别的限制。耶稣突破了这2个界限，这是不是有点像上帝在找人？上帝主动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突破了这个界限。我们的福音将来也是要突破一切的界限。我们不应该说，哪个地方我们不想去传福音给他 ，no。突破一切的界限，突破意识形态的界限，突破各国家的界限，突破种族的界限。还有这段经文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一个发生在井旁边的故事，你知道他们会想到什么吗？知道圣经的人，他们会自动想到结婚，很特别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们要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妻子。
那些仆人就在一口井的旁边停下来，在那里就为以撒找到了妻子利百加。创世纪29章，雅各来到井的旁边，就遇到了他的妻子拉结。出埃及记，摩西到了米甸，在那个井的旁边坐下，然后他的妻子，未来的妻子希波拉来打水。所以以色列人说他们听到井边打水的情节的时候，他们就会联想到结婚、婚姻的故事。其实圣经很喜欢用结婚来形容上帝在找我们。以赛亚书62章55节那里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照样要娶你，一样。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照样喜悦你。上帝要来与我们结婚，因为结婚就是跟一个人要跟他一起生活，分享生命，彼此的生命能够更丰富。所以上帝他渴望要将他的属灵生命赏赐给我们，他所赐的恩赐像活水，要成为泉源，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涌出。他的生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教父叫做奥古斯丁，他说，撒玛利亚妇女就好像是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所以上帝在主动找人，所以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若有像撒玛利亚妇女，她也要活水的，上帝就会找到她，而且愿意将那个丰盛的属灵生命分享给她。不过这个属灵生命有要求，第16节好像有一个转折马上转到耶稣说出了女人的一切，有点冷，不好意思耶稣他把女人的过去都把它讲出来了，所以要先除去，你要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你要先除去那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隔在上帝跟我们中间的罪。那个撒玛利亚妇女就是在她婚姻上的失败，所以导致她只好中午的时候去取水，因为中午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在那里没有人会在中午去打水。刚才讲那个故事常常在傍晚，所以她怕遇见人，遇见人就会让她觉得有点羞愧羞耻，这就是她的罪。然而女人认出来耶稣是先知，因为耶稣知道她的这一切，都把它讲出来了。其实耶稣比先知还大，耶稣是从犹太而出的弥赛亚，不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主张的弥赛亚。所以耶稣要带领他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要从心里面要有生命，但敬拜的地点不重要了，不是在耶路撒冷，更不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而是在我们的内心。真正敬拜的要用心灵和真理，心理和诚实就是心理和真理。约翰福音说，耶稣就是真理，当然他也是道路，也是生命。所以女人她开窍了，她知道上帝要给恩赐之后，她就请求耶稣将这生命活水的恩赐给她，让她不会再口渴。恩赐的原则是什么呢？恩赐的原则就是你得到恩赐，然后这个恩赐还要再分享出去，上帝就再增加给你。
以你给出去的多少来衡量你的增加。这个就是恩赐的原则，给出的越多，增加的越多，也是属灵生命的基本法则。但我们的想法都颠倒，我们会想，我们已经得到了，把它抓紧，要抓住所得到的，才能够越来越多。我抓住了恩赐，不给出去，好像可以收集越来越多，但是那不是真正的恩赐。属灵生命也不是这样，应该是我们越来越得越多的恩赐，上帝就越给我们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要给出去。这就是恩赐。这就是恩赐，还有属灵的生命。我举例来说，上帝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对吧？但是爱必定要有对象。如果那个爱是爱我们自己，就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才是爱的源头。你从上帝领受更多，你再给出去，你会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爱的恩赐。爱就是我被浇灌一种属灵的生命礼物，我把这份礼物再送出去，然后上帝再倾注更多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样我属灵的生命就越发成熟，属灵的生命就越发丰盛。其实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第4章，约翰福音第7章，他就很直白的就把活水象征作圣灵，圣灵。那我们知道保罗所讲的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果子第一是什么？仁爱，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其实其他的果子也有这样的特征。这些恩赐就是你给出的更多，上帝就恩赐你更多。你的生命就有如活水一样，向泉源涌出来，一直到永生。最后还有井，井象征什么呢？井水是另外一种水，它也是好像一种活水泉源，但是呢，井水不能够解渴，对不对？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一样，奥古斯丁又说：“他说，女人，这个撒玛利亚妇女每天都来打水的这个井，是象征着那种欲望，有意识的欲望，那是错误的欲望。它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上的障碍，阻挡我们获得活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口井，它出的水不能够解渴。我们有什么样的欲望是得到了，一时很快乐，但是永远不能满足，你还要再去打水。无法解渴的井水，对撒玛利亚妇女来讲，就是挡在她中间。也许她就是她的失败的婚姻，或者是她有一个圣经学者说，这里象征他们拜过5个神了哈，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5个帝国统治过他们，都会有神。OK， 拜偶像是罪，或者女人她自己，她的婚姻可能也不是说她可能是有，或者是先生过世，或者是有被人家离婚，总之，现在跟她住的也许是她的一个亲戚，但她就是一个羞愧。所以，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说是那样，但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喝了会感到快乐的井？也许我们现在年轻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有财富啊，车子，房子，或者是一个好的工作，稳定的，或者是好的名声，等等，或者哪一个比较抽象一点，我的安全感在那个地方，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的井。连这取水的工具，这些水罐，我们也把它丢了吧，让耶稣真正成为我们的活水泉源。所以在座每一位，包括我们是不是有一口我们自己自得其乐的井？我们去喝，我们得到了一点满足，但是后来我们又渴了。所以我们就陷入了这种循环，在这种绝望的节奏中，去打水又渴了，去打水又渴了，来来回回，最终我们不知道被带到哪个地方去。耶利米书第2章13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姐妹，你的井是什么？把它取名出来，把它列出来，把它认出来。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说：“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我们要回到真正的泉源，我们要回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活水，隐于那个活水的泉源。你有你的版本，你的井；我有我的版本，我的井。我们大家回去各自有他自己。我们要离弃那个不能够储水的池子和不能够解渴的水。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的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乐意跟我们分享这个生命的恩赐，你也在等待着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一个不断迈向成熟、得以成圣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除去那些不能解渴的私欲，让我们能够就近到你这生命的活水泉源，欢然取水。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活水》。耶稣基督，你是生命泉源，你深知我的一切，你亲自来到我的生命中，光照我隐藏的罪。你话语如降下雨水，我不再孤立无援，你同在胜过了一切，求主赐我活
拣选，托住了我们。我宣告从今时直到永恒，做你见证。耶稣基督，你是生命泉源，你深知我的一切，你亲自来到我的生命中，光照我隐藏的罪。你话语如降下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心。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你同在胜过了一切。抽出赐我活水，使我满足，更新我心灵，做新造的人。主你在我里面，何等甘甜，活水泉源永流不绝。求主赐我活水，使我满足。主因你拣选，托住了我们。我宣告从今时直到永恒，做你见证。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会后诗，哈利路亚。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